好，分享转到现场，今日好空比宝宝本大家第一咧，係就係苗栗彩鐵嘅咧劇團咯 ，EXR 組劇團吼。今年啊，第3年大嘅時節，後家就會推出吼，第3號嘅作品哦，叫《I Story 4》吼，又動奇怪吼，係第3號哦，唔過係《I Story 4》哦，又係也係有幾個意義係冇？做啲老太家紹介下，《I Story 4》係乜個東西冇？其實亞洲創意實驗室第3號作品，這個計劃是2010年我們開始在一個所謂的正牌推出了一個副牌的一個讓年輕藝術家創作的一個平台。那 I Story 4呢，講說 I 就是講那個英文的 I， 其實就講吉嘎嘛哈，Story 是講故事啊，好一個故事，然後有4個我們的團員的一個創作，把它集結出來。那我們常常講說，其實在舞台上面扮演自己是最困難的，那還要說自己的故事，所以我們其實是給團員的一個這次出的考題呢，就是嗰個畫面空看到嘅就係也四煞係冇，就直接係也四煞，嗰個也四隻角色係大概就會有13人啲舞台當空聽聽，唔係四煞強下唔係，底下就會故事係冇連結就錯嘅，冇連結，自家講自家嘅故事，哇，安尼感覺有幾個困難度呢吼，13人啲嘅舞台當空愛叫愛笑，咩冇人老唔對咁樣。所以也四煞用嘅來通腦，通也資深演員嘅嘛，用嘅來現成哦。所以剛剛孟軒其實也有提到說，他自己跟自己工作的時候最困難，因為沒有人幫你，而且你又是要做自己的故事，所以你要很在那個情境裡面，可是你又同時要很理性的知道說啊，我自己剛剛排過，給過我自己到底做了什麼事情不記得，你還要一個理智的頭腦出來，把自己做過的東西做整理。那尤其是選擇做自己自身的故事，你要選什麼樣的主題？就那個一開始的出發點，其實是最困難的。嗰所以一開始他們做《I Story 4》嘅時節，係搶佢43人自家寫自家嘅故事，還係由編劇啊吼寫好嘅故事，本家就去做去安。冇，自家寫自家嘅。嗰所以43做親就係做自家。無論係家庭啊，還是愛情啊，乜嘅就係自家嘅故事就錯嘅。像Tisa 劉唐城自家寫的黑家爸的故事，就是他小的時候，他爸爸是沒有職業的，所謂的家庭主夫，所以他就一直在想說，每次人家都問說你爸爸到底是做什麼的，很不知道怎麼回答，然後他就是跟人家講說，哦，我爸爸係刑商，是做醫生的，好，所以到了現在才去想說，我對於爸爸這個職業，來些細節，爸爸會煮飯、掃地、送他上學，然後對，媽家煮粥，這樣子為什麼不能是一個被大家認同的職業？所以這次亞爸給周亞作品要搶給爸爸。自己來看，所以那個對他來講會應該是一個很不一樣的一個經驗。嗰時候將佢喺做亞戲嘅時節，佢上來可以用自家喺每嘢來嘅角色來看來做，還係佢自家可以做一類野外咯。有咩係對佢係一類挑戰吼？對，其實他都要去揣摩。這個也是。真主要因為大家看得識，每一方人自家安尼表演咧動歡喜啊，係啊，係啊，你個呀，佢係啲做運動係咩？因為真主要就係我知道劇場啊，吼，啲欣賞劇場嘅表演嘅時節，吼，啲留台下吼，留觀眾互動係真重要嘅。因為大家我有看到人嘅表演，真嘅真實嘅時節，吼，係真做得 touch 到情感條度。嘿，我爸爸咪係安尼，我媽媽係咪係安尼？因為我講自家講自家嘅故事係真困難嘅啦，係冇？係啊。嗰所以也擺四煞講自家嘅故事。我談講底度咧，孟軒吼、安度吼，就唔是講自家嘅故事。也擺底下咋 ？I Story 4底度係做一個幕後嘅工作者係冇？也咩 T100 在執行製作。咩自家一煞啦吼，去感動到嘅東西呢？咩強用一煞啦吼？有佩安姐為那個啦，搞愛啦，係啊，T100起來就吃豆公，行政有行政的難，演員也有演員的難。那行政的難，我覺得就是難在說，你要怎麼把很多創作群的想法，然後我們這邊製作部門就是要把它融匯起來，然後並且就是做一個時程上安排，然後真正去執行。我覺得這是比較
做一个行政来说是一个压力蛮大的地方。哇，我说亚拜用每本孟轩有安尼职位安尼角色哦，用某本给松团哦哈。其实亚拜团员有六傻，我们六傻的那个作品里面，就是导演觉得说他的那个主题，觉得就像刚刚你讲的，观众有一个认同感，他的故事，所以一个是讲爸爸的职业，一个是讲去周边的故事，一傻会讲一个葬礼。主要是爸爸的故事，然后另外一个是大伯因扣丝某扣豆的那个心情，到底这个人生是怎么一回事？他就从他的那个差不多先生想说不然就算了这样子。所以这个主题其实对一般观众来讲，其实是比较能够贴近的，对，比较感同身受的。那我们就想说，先推这4个作品。那原本我们想说就这4个作品做完，那其他2个没有选到的那个团员，其实他们就像我们刚刚讲的，他们也不死心。一个就说我出来当沟通协调，我来当导演的协调协力，因为4个导演有时候这个想法是那这样，我 Q 姐她可以出来做一些协调。那孟轩也自告奋勇说，那不然我来帮助你做行政的部分，来做执行制作。他们也还是想继续，虽然没有在舞台上，幕后他们还是想要继续把这个计划完成。古时候还有63年来完成亚杂《I Story 4》的几集的表演的演出就出的。对。不过伫演出的时间啊，大家知道好戏剧啦，张伟有人讲呀，智商啊，有一个戏剧治疗。刚他讲到的呀，4集故事周青就会讲7集的故事。其实刚他讲的老爸爸有关系的，还有自我成长的，还有从差不多先生都要他坚持都要目标准确没有按呢。其实第二高场底度很嘿透演给7集，没慎重动动咯。一定会像西沙底度做一集细妹来里听，佢做的迄夹爸爸去年构成的故事，所以故事来问佢讲，伊大摆进去排练，要教嘛，说会啊，教都不要用嘎萨，哭完周戏，对，然后哭完之后自己又在想，可是一直排练，后面那哭到后面那个眼泪都觉得。糟糕，哭不出来了，没感觉了，怎么办？所以其实表演有一个很有趣的地方，就是他又要很投入、很真实，可是他又不能让你失去理智。佢所以真正係咧專業吼，唔係講就叫就叫，因比如動導演就這樣哇，好動厲害呢，動針叫做咧講叫就叫，也可能有陣時有人就會知道也輕強，唔過係真正係有咧專業的地度，唔但請唔叫聽聽，係要有人嘅感情嘅情感，而留觀眾朋友來互通有感受嘅度，唔係就技巧面聽聽安尼为本人吃到就请假的感觉吼，所以其实我们 ES 亚洲剧团另外一个部分，其实我们做了那个专业的剧场演员训练，那个训练那个训练课程是很重要的，也是我们的艺术总监老公，他主要的表演课程是他带的，所以你的演员不会说我这次只是情绪来了，我哭得出来，下次没感觉了就没了，就不行，所以他需要一个专业的训练，不管是在肢体上面或者是表演上面的，所以其实他们每个礼拜的拜六拜日就是来剧团做持续的一个训练。不是从方面后面做对看到的，就会请基本的肢体开发一些训练就出的，会带点大家安尼来做。对。不过通讲吼，你戏有咧请基本功，系冇？就有咧没有孙沙的变收的意思吼，系冇？做点强让孟轩来讲一下，系乜跟蘑菇的训练。魔鬼训练就是大摆人家就要去松口之前，人家就一听会做的事情就会撸踢板。出踢奶啊，女儿去枪雷。嘿，我觉得擦地板是一个表演训练啦，因为它其实一方面可以培养团队之间的默契，因为我们就是大家排成一排，像一休和尚那样，对，然后就是没有人说开始，然后就是一起会有一个达到一种默契，群体默契，然后就是出发，然后再回来安用。
啊，然后配啊，你迄种的老家就洗脑变做一个笨蛋就会变所有嘛，你每本家就讲到暗号呢，哇，团结有冇？哦，本次改肢体又做得用诶，嘿咩一开始上班唔系安尼吼，嘿，给 Into 的老公他聪明，你用一个办法，然后说服，因为用上也没赢，变收啊，然后逢年过节，然后那个扫地，其实是真的从那个通俗低度，对，一个身体的一个重心开始，哦，你了解你，有些人你看那个动作真的很简单哦，有些人就是跟不上，有些人差到一半就是会跌倒。哦，所以梦轩一开始的时间你就知道也系你都爱好，也系在训练。真嘅安尼上系冇？一开始哦，一开始迄因为也就想讲，那大家一向下变收，然之后也系英国的啦，嘿啊，之后就是会觉得说，懂音名吼，嘿啊，他感应啊，对啊，之后就觉得说，也真的是自己想要借由这个动作去好像做一些。真正对这个表演，真正有帮忙的就错嘅。不会啦，不过我之后就会一直去做。哇，我听得出来吼，甲下要梦轩讲，唔会啦，有一些勉强的配合吼，系冇，也系唔系有一些新人来吼就会先做，像其他就做到2-3年过后，可能就唔是做，会冇？没有就是他刚刚讲的说，提供 voy 啊那个词义其实是说，你这个要去很多的训练，你训练之后你摸用。模用，你还是要知道说这个训练你是怎么运用在表演上面，不然有些人很喜欢上课，上完之后没有用，自己没有融会贯通。对，所以应用的过程是很重要的。我也知道训练后，训练摕嚟过后，我有一个舞台，本人嘅演员，本人嘅团员吼，做得来做一个表演成果发表嘅感觉。怎会本演员啊，还有团员做得有一个成就感，也咩轻松要嘅。故说像家下有讲嘅《I Story 4》吼，係 T3號嘅故事安尼，前面就有2集，係 T1號、T2號。故说T3號，通講係留前2集係冇共用嘅，係對團員低度來表演，係冇。应该是说这个前面的作品，我们比较是给一个年轻艺术家的平台，每天都有练习。就冇聽說係自家嘅團員。对，那这一次的作品就是完全是自家的团员出来做这一个创作的作品。那其实我们也会觉得说，这个的创作作品其实对他们来讲，也是从我们刚刚讲的训练，然后到练习，你练了自己。不是老师一直带你才会练，自己会练，再过来到一个排练，你自己做嘛，自己要去整理出来。所以亚洲创意实验室比较是前面这3个阶段，给练习后嘞，把这个菜端到观众面前去试试看，这个感觉芽菜没有吃过，做 demo 有没有什么地方需要？吃看那张地图就错嘅。故说吼，今日嚟小記咧，後就係介紹《I Story 4》嘅故事哦，上來還有乜嘅精彩內容哦，也下先來嘅翕看下，等下報本大家啲哦。